深度拆解炎明熹平安夜亞博首戰自評5分背後嘅野心，從 CMC 同 Sony 高調現身，睇清2026年發現展大計。平安夜過咗之後，唔知大家今日起身會唔會覺得心入邊有一種空虛嘅感覺？大家見面都話平安，但係對於啱啱喺亞博完成咗演唱會嘅炎明熹 Gigi 嚟講，呢份平安其實得來不易。以前後生可能覺得平凡好悶，總係覺得幸福喺好遠嘅地方。但係經歷過咁多嘢之後，你會發現簡單就係美。之前好多人幫佢計數，話佢自組工作室之後死路一條，又話冇人脈冇贊助，甚至話呢場演唱會一定蝕到仆街。但係作為長期觀察者，我見到嘅唔係一場敗仗，而係一場經過精密計算，各方勢力正式交接嘅華麗轉身。第一部分呢，拆解 NQ， 然後工作室同 G Music 點樣玩。好多人喺度計緊票房，話亞博開一場連場租都未必夠俾，一定蝕錢。但係睇嘢唔好只睇表面。今次 Gigi 係用個人工作室 NQ Studio 嘅名義，同資深主辦商 G Music 合作。講白啲，呢場係由 G Music 全資主辦嘅受聘模式，所有製作費估計要200萬港幣，全部由主辦方出。Gigi 喺訪問都講得好清楚，今次唔係自資。G Music 辦過鄭中基、W-Ins 呢啲大 show，佢哋係老江湖。如果覺得唔賺錢或者覺得 Gigi 冇身價，絕對唔會喺贊助未齊嘅情況下真金白銀投資。呢場 show 嘅重點唔係賺幾多錢，而係要幫 Gigi 定位由一個電視台藝員正式升級做亞博級嘅獨立歌手。第二部分，何麗全現身體系內部嘅綠燈信號，真正嘅關鍵通常藏喺細節入邊。大家有冇留意到何麗全先生仲有舊戰友鍾柔美、Yumi 同姚焯菲、Chantel 都坐喺下邊睇。雖然何生喺2025年4月退咗 TMG 總裁個位，轉做 TVB 兼職顧問，去咗搞馬會合作，但佢始終係曾志偉最老友嘅戰友。佢平安夜出現唔單止係私下愛財咁簡單，呢個舉動代表咗一種默許，係長輩式嘅守護。喺呢個咁敏感嘅時刻，佢喺現場其實就係一座橋梁，暗示緊 Gigi 同舊東家之間未來可能有啲跨平台嘅合作正在秘密進行緊。第三部分呢， CMC 同 Sony 高調送花，呢個先係大信號啊！睇演藝圈最重要係睇錢同資源去咗邊。尋晚最唔尋常嘅係嗰幾對花牌，分別來自華人文化演藝 CMC Live 嘅幾位最高層：柯尚文、莊明、林一鳴、洪迪，仲有 Sony Music 大中華區 CEO Andrew Chan。以前呢兩大巨頭同 Gigi 幾乎冇乜直接往來。CMC 係 TVB 幕後大股東， Sony 係全球頂尖唱片公司。點解佢哋會咁高調送花？商業世界冇偶然啦。呢個動作說明咗 Gigi 獨立後嘅 NQ 精英團隊已經成功撬動咗更高層次嘅資本。Gigi 已經由學生妹正式變成國際規格嘅專業藝人。第四部分，自評5分嘅遺憾，其實係25首歌嘅野心。尋晚 Gigi 喺 Encore 嗰陣喊到崩潰，甚至喊到唱唔落去，但佢仲記得要幫宏福苑大火嘅受害者祈福。呢份就係佢 natural quality 自然純真嘅本質。佢對自己好嚴格，10分入邊只係俾自己5分，呢份唔滿足其實係一種好清醒嘅態度。全場25首歌，佢只係唱咗一首自己嘅歌，其餘全部係翻唱。呢個係一次徹底嘅洗底。佢係想話俾所有人聽，炎明熹已經準備好接受任何挑戰，唔再被以前嘅框框限住。第5部分，大膽推測2026年嘅大變局。平安夜過咗，我哋冷靜分析一下。我大膽推測，炎明熹未來唔會急住衝去海外，而係會一步一腳印喺香港同內地市場嚟一場大反擊。2026年第一季正式宣布同 Sony Music 合作啦。Andrew Chan 送花已經係伏筆，預計 Gigi 會出一張完全冇 TVB 味嘅原創唱片，
重新定義佢嘅音樂高度。2026年第二季全面開展大灣區巡演，有咗 CMC Live 呢種母公司級別嘅支持，加埋何麗全呢層長輩關係，佢會用一種全新靈活嘅模式全面進攻內地市場。結語：真正嘅平安唔係風平浪靜，而係喺紛紛擾擾入邊，你仲知自己追求緊啲乜？嗰啲話佢玩完嘅人，係因為佢哋睇唔到背後咁強大嘅支撐，何麗全嘅守護，CMC 同 Sony 嘅新格局，仲有 NQ Studio 實戰經驗。平安夜鐘聲響完，嚴明熙已經學識點樣喺紛亂入邊守住自己嗰份安靜。希望大家今晚亦都可以喺呢個喧鬧嘅世界揾到自己嗰份平安。願你今夜平安。